家咧嗰個關稅戰啦，咁啊正式又再展開啦，咁啊所以變咗咧個市咧就係跌得比較多少少啊。咁啊今朝嚟講咧，其實個市咧就已經係低開咗，咁啊彈到上23,000點，挨近翻上去嘅話咧，就最好嚟一離場觀望下先，因為而家個市況咧暫時咧都仲未反映完呢個關稅嘅政策，因為對華關稅咧係34%，咁其實咧實質總關稅咧其實就升到54%啊。咁當然啦，特朗普亦都話中國對美國徵收嘅關稅都有67%嘅。嚟緊一周嘅預測咧，咁當然就22,500點守唔守得住啦。如果守唔住嘅話咧，有機會咧進一步調整到21,800點嘅。咁啊，所以大家都要小心。咁啊，但係上網咧好明顯咧就23,000到23,200點已經頂住咗㗎啦。咁所以如果你話留意牛熊證嘅朋友可以留意下牛證發興嘅55185啊，回收價係22,158點。咁啊，槓桿倍數係28倍。27年10月28號到期嘅第日發興嘅熊證61748。回收價係23,428點，槓桿比率係36倍，就27年嘅10月28號到期㗎。咁啊，記住呢牛熊證咧有機會接受全盤損失嘅，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啦。咁啊，大家都可以利用一啲牛熊證咧，就幫大家做一啲對沖嘅風險。